砸烂旧西藏，文化大革命狂暴，换新名。帕国街变成立新大街。帕国又写成巴国，是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名字。按照译为藏汉英三种文字的拉萨巴国街区古建筑物简介的介绍，拉萨市有3层转经道，围绕大昭寺内各殿堂的廊道为内转经道，围绕大昭寺的路线为中转经道，东至清真寺，南为宁廓路，西到药王山，北以小昭寺范围内的拉萨市中心区的路线为宁廓，即外转经道，全长约10公里，由此中转经道即叫巴国。也就是说，帕国是因大昭寺而形成，其最早的雏形是在壁画上可见的那些在7世纪时的大昭寺周围，犹如堡垒式的石屋和膨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是拉萨唯一的一个社区。如该书中所记载的，巴国街铺石而成的路面有1公里，其两侧林立的商店、民居、庙堂和马厩等整齐的建筑群围绕着大昭寺，其风格特色格外引人注目，成为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商贾、集市和举行庆典活动的中心场所。在这条街上，既缭绕着世俗生活的气息，又洋溢着脱离世俗的宗教追求，炊烟与香火，蜘蛛与供养，家常与佛事十分和谐地联系在一起。而在新政权尚未接替之前的西藏，这条街上还设立的有一些旧政权的机构，如监狱、医院、邮局、军营、警察局和市政府等。因此，帕国不仅仅是提供转经礼佛的环形之街，而且是整个西藏社会全貌的一个缩影。不过，帕国街这个地名在汉语里经常被称为八角街，汉语拼音发音为波阿巴角角街街，而这个容易产生歧义的错误发音传说源于1950年进入西藏的解放军队伍中的四川士兵，或许更早，可以追溯至清朝驻藏大臣时代，但肯定与四川人有关，因为在四川话里，角被念作国，歌窝国，于是帕国街变成八角街也就不足为怪。但它的含义绝非指这条街有8个角，它原本的发音也不是波阿巴角角街街。然而1966年8月28日这天，帕国街不被四川人最早叫成八角街的这条老街，以一个充满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取代了宗教含义的旧名字。不论帕国街还是八角街，这条街从此改名为立新大街了，藏语发音为沙珠啷钦。还有一些街道也改了名字，如朵森格石狮子改为新华路，雨拓如同绿松石的顶盖改为人民路，尖狮下，尖狮意为达赖喇嘛陛下的目光，下意为布达拉宫的东面，改为北京路。各居委会也改了名字，如八角街居委会改名为立新居委会，登金陵居委会改为光明居委会，河坝林居委会改为东方红居委会等等。显而易见，拉萨已经陷入一大堆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完全无关的新名词之中。光阴流转，风水流转，当神界轮回再度逆转的时候，立新大街这个名字被取缔了。曾经当过八角街居委会主任的鸠系回忆到，1959年以后，我们这个居委会叫
八角街居委会，文革时改为立新居委会。1981年前后，三中全会开过了，城关区军配区长说还是用老名字吧，新名字不适合了。就这样，这名字又变回去了。于是曾经贴满大字报和漫画，曾经游斗牛鬼蛇神的立新大街，如今又是藏人口中的爬锅了，又是汉人口中的八角街了，又是一条专经的宗教街和做买卖的商业街了，但也是秘密警察最多的街。那是因为在1987年和1989年这条街上都发生过所谓的骚乱。注：在1990年代和2008年，爬锅街也发生过所谓的骚乱。裁缝陆上也当过八角街居委会的头头，是个副主任。他早在1959年就是基层干部的培养对象，文革时又走在破四旧的前列，许多人都说他很积极，什么样的运动里面都有他。如今洛桑已经退休，据说非常幸福。2003年2月底，藏历新年的前几天，在曾经也是积极分子的强巴人情老人的帮助下，我见到了住在爬锅南街拉让林巴3楼的洛桑。他已经成了头发花白、身体佝偻的老人，戴一副有点像放大镜似的厚眼镜，使他的眼睛变形，显得古怪。他警惕地注视着贸然要求采访的陌生人，拒绝说如果要采访他，必须得有城关区下发给居委会的介绍信，不然他是不会同意的。看来他依然保持着基层干部的严谨作风，不过他同意拍照，于是我匆匆拍了2幅照片。告辞时发现墙角摆着一架老式缝纫机，这是否意味着洛桑革命了一辈子还是裁缝洛桑？罗布林卡变成人民公园。又比如罗布林卡，对于西藏这个绛红色的佛国而言，布达拉宫与罗布林卡都是法王达赖喇嘛的宫殿。当然，矗立在拉萨这片河谷地带之中的神山玛波日红山上面的布达拉宫更为悠久、显著和高贵。它早在1300多年前土伯特君王松赞干布时期就有了最初宛入城堡的形貌。西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敢丹颇章政权，统一西藏，成为全藏至高无上的僧俗领袖。而他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即在佛经中受记的观世音菩萨之道场的神山上筑建布达拉宫，由迪斯桑基贾措完成。规模宏伟的布达拉宫从此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象征，而他自己不但身居于此，圆寂于此，珍藏其法体的灵塔也安放于此，这成为后世达赖喇嘛所承系的传统。始建于7世达赖喇嘛时期的罗布林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那包容在大自然和世俗民间之中的环境，总是为以后的历代达赖喇嘛所钟爱。每年初夏，达赖喇嘛迁往罗布林卡的日子是拉萨盛大的节日。但见明媚的阳光下，脱下沉重冬衣的人们，无论贵贱贫富，皆倾城而出，手捧洁白的哈达，夹道护送心目中的观世音菩萨衣架下宫。实是达赖喇嘛在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里依旧。辞别我在布达拉宫的阴暗卧室，无疑是我全年最欢愉的一日。这时节正值鸦蒙叶初，到处涌现新鲜的自然美。但在1959年3月17日深夜，罗布林卡却成为他未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涯的起点。几天后，在拉萨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猛烈炮火中，罗布林卡变成屠戮之地，无数藏人被当作叛乱分子在这里流血丧命。多年以后，在一些建筑上
仍可见深深的弹痕，在红墙下仍可挖出累累白骨。1959年的罗布林卡因此成为西藏历史上最为血腥一幕的无言见证。宝贝园林从此名不副实，虽然在1966年以前仍然徒有其名，然而没有了达赖喇嘛的罗布林卡还是罗布林卡吗？大概这也正是新政权所考虑到的。那么以人民的名义来重新命名，岂不顺理成章？具有造反精神的红卫兵小将率先宣称，罗布林卡原来是达赖以他自己的名字起的。达赖是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种根子。我们坚决不能要达赖的臭名做劳动人民修建的林卡的名字。西藏日报1966年8月29日头版。1966年8月28日这天，因出身三大领主之家，为逃避学校里的批斗，与一位躲在罗布林卡写书的藏文老师相伴的拉中学生德木汪鸠多吉，亲眼目睹了罗布林卡变成人民公园的一幕。他回忆说，拉萨的牛鬼蛇神第一次被游街的第二天，罗布林卡里的园林工人组织的红卫兵造反派跑来抄我和龙国泰老师的宿舍，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扔到罗布林卡的大门口，还把我的相机里的胶卷扯出来曝光。当时我拍了不少照片，大都拍的是壁画，像错吉坡章，就是湖心亭那里面原来有很好的壁画，但这些壁画在破四旧时都被砸得乱七八糟。我们的收音机也被说成是收听敌台的证据，可说实话，敌台在什么地方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勒令我俩在大门口低头站着，站了一上午。当时还来了很多红卫兵，不过没有我们学校的，是别的学校的。他们聚集在一起，要给罗布林卡换上一块新牌子，名字叫做人民公园。后来学校来了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几个红卫兵，拿着红缨枪，把我们押回了学校。既然将罗布林卡改为人民公园，为何不把在1959年平叛中被解放军的炮弹袭击的布达拉宫改名为人民宫或者别的什么呢？这两座往昔的宫殿不都是三大领主的总头子，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吗？据说确曾有人建议过将布达拉宫改为东方红宫，而东方红恰是被比喻为红太阳的毛泽东威力遍及四方的象征。后来尽管未曾改名，却把文革中最著名的口号毛主席万岁5个字刻成巨大牌子，置于布达拉宫的金顶前，俯瞰拉萨，并仿照北京天安门城楼在布达拉宫左侧竖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标语牌，右侧竖立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标语牌，有一度还将5星红旗插上布达拉宫，把毛泽东巨幅画像高悬其间。至于今天，虽然拉萨城里还是有人把罗布林卡叫做人民公园，但那曾经高悬在绛红色的旧日大门上方，犹如君临一切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和人民公园的牌子早已不见，罗布林卡又恢复了从前的名字。可是这片到处晃荡着行为随便的游客，充斥着旅游纪念品和模样难看的熊猫垃圾箱的所谓罗布林卡，还真不如就叫人民公园更为名副其实。注：今天难看的熊猫垃圾箱已没有，改成与此地风格比较协调的垃圾箱，图案为藏式花纹。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